宣调，摇花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现在请咱陪伴好咱的心，咱要做三个来祈祷。做两个宝贝上帝，满心的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疼惜甲照顾，互阮平安拢无代志。今日为通来到主你的心不足前，要来敬拜俄罗你的圣尊名。总是阮是满的误会。大神恳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遮抗阮，来洗净阮的罪孽，互阮清气白亲像雪。用着虔诚的心来强听你的教示，互阮会通活出基督的香味。最近，因着美国正议会议长佩洛西专程来访问台湾。所引起台湾海峡的无平静，但咱的歹厝边，因的民主挂袂牢，因就建设长受气，因着真粗鲁的方式要来报复，将台湾包围设7个地区，
要来做实弹这个演习。演习的地区竟然围伫咱岛的这个门骹口，因拢总发射11粒的飞弹，落伫这个台湾的四周围。伊是用着这个空包弹，就是落入伫这个大海中。原本是公布有3天的这个演习，却因着因飞弹发射这个资料，拢总漏泄予台湾、日本、美国当局所来收集着，所以对开始演习无到3点钟就喊要收弹，讲因已经达成目标了。这就是虎头鸟车尾。其实阿强的，伊是要用这来恐吓咱台湾，是要来造成咱台湾社会这个惊吓、动乱、不安，就是不拍算。咱台湾人无受到这个影响，大家照常伫生活、食饭、游览、钓鱼，股票市场阁起300多点。但虽讲佩洛西访问台湾有正面甲反面的看法，无相同，咱拢尊重。就是因着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影响，嘛有咱台湾增加着全世界中这个知名度，引起全世界真侪国家的这个关怀。我相信这拢是上帝的贴理，兼在上帝要为着咱台湾做一件新事。当大家拢对纷纷的谴责歹处理因的阿爸的行为，上届互人配合就是阿强，因讲要关门来讲教，将咱台湾人当作狗。这款的无人性的讲法实在是足夭寿的，是一无可取的。伫这个旧约圣经约书亚记1章第9节，甲咱讲：你着刚强壮大。无伫惊吓，也无伫论的，因为你无论对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同在。这就是上帝对咱台湾的保证。所以咱犹原着爱学习全民的这个团结，做一个抵挡歹处理的青门拍虎，嘛唔通搁一直伫唱衰咱的台湾。特别是遐个阿强的这个共路人，我要呼吁恁都要悔改，唔通成做一个历史上这个罪人，你才成做一个真正疼台湾的人。阿免。但今仔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乌罗里，佮个助力的人民。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得到荣耀。互每一个人拢会当知道上帝要赐福管道。但现在恳求主你，大声来请基督宝的水，圣神也来感召我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我着蒙恩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到24节。23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佮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对恁的是信心，伊也要正义。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
第4到第5节。第4节，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物拢是好，若注射来领受伊，就无一项通弃杀。因为对上帝话甲祈祷就真诚。这是上帝话，既若读甲听遐有言，甲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学老，慈爱牧者，我所听的耶稣基督，请做我的慈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内面，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内面，我要甲主同店，直到永远。阿免。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最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伊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内，我要甲主同店，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内，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内，我要甲主同店，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内，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内，我要甲主同店，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内，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内，
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野我等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同点，地高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永远。当主过来。天过来，我要甲主同点，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永远，等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同点，地高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永远。当主过来，地天。我要甲主同点，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地高永远，当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同点，地高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
甘愿紧跟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伫高原我，当主过来，伫天国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引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祈祷，请做我最爱的牧者，随时带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伫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伫天国来。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各位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真侪人，因为认为讲这个健康是属于这个肉体的，毋是属灵的代志。
总是圣经所讲的这个救赎，是包括身躯在内哦。因为上帝要救咱的全人，毋是单单咧救咱的灵魂尔定。所以今日的圣经在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到24节，保罗讲：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性，可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得到保全，无人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来正义。保罗将人分作灵、魂、体三部分。灵就是人甲上帝沟通的部分，魂就是人的这个心思甲理智，体就是咱的身躯。信徒灵魂体得到保全，就通伫主要所降临的时，完全无通嫌。上帝的信息，互保罗深信，灵魂体得到救赎的恩典，一定要成就伫信徒的身上。所以伫上帝这个救赎计划内面，咱的身躯也是要得到这个救赎。所以现在咱的身躯是一个为朽烂的这个身躯，咱得听候身躯的赎回。罗马人书第8章23节，伫听候这个过程，咱的身躯依然会感觉到边听这甜盘的这痛苦甲无奈。所以心性的健康，必须包括着身躯健康、身躯勇健、心智正中，甲人和睦，互上帝来欢喜。这四方面着拢都要平衡来发展。拄到亲像汽车的四粒链啊，就配合着这个引擎的运转，这台车才会当平衡来向前来走。所以说，来欠一件真容易并车的。所以当这个路加医生伫描写主要所基督伫这个地面上这个成长的过程，伊讲哦，伫这路加福音第2章52节。伊讲主要所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所以这个年岁就是指着主要所伊的这个体格，对囡仔渐渐来长大。智慧就是指着主要所伊学习甲伊的知识在办。人哪听伊就是。伫讲耶稣甲别人这个关系，上帝嘛哪听伊，就指着主要说甲天父中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讲，身躯的健康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尔定。其他，譬如讲咱的这个心思以来到咱的人生的态度，是不是合伫上帝的心意？咱的饮食的习惯是不是有偏差？咱对健康是不是有正确的看法？以及咱的这个人际关系如何？这拢是健康这个印证。那圣经有真侪假释，甲这个健康有关系。比如讲，这个老约翰写予加油的这个批，伊讲吼：我愿你凡事亨通，身躯勇健，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加油是一个灵魂亨通的兄弟，这是真可能伊的身躯毋是真勇健，毋过呢，伊真有疼心，伊愿意去接待这个厝外人，所以得到许多学生因会去学了，所以这学生感觉到身躯勇健嘛是真要紧、真重要的，所以就吩咐伊讲：我祝福你的身躯勇健，就如你的灵魂亨通一样。保罗伫教示提摩太，着安怎样来啉食？伊讲吼，你再来请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4章49节，保罗先生伊讲：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物拢是好，若足下来领受伊，就无一项通弃杀。因为对上帝的话甲祈祷就
真实。这个就是咱对食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度，就是什么拢通食，唔通拣食。所以无拣食的人，真可能较容易接受环境的这个挑战。伫上帝所安排这个环境的中间，较为安然自在，会食嘛会困。那最近我的大汉查某囝对加州传相片互阮看，阿公甲阿嬷看。当阮看到这个大汉查某孙泡着一碗这个커피吧的汤，伫遐咧啉伫食。细汉孙细汉查某孙拄伫夹一支正啊裸裸裸的这个牛蛙的腿，这个牛水鸡的这个腿，食甲甜甜有味，挑一半食无够呀，会搁点第二盘。但阮的查某囝是点着一盘这个小龙虾这个炒饭，毋过我的囝婿，伊敢若点一碗这个素食的食物尔定，所以一家伙因去试验这个新的口味的食物，两个孙仔拢真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实在是真古锥、真趣味的代志吼。所以我相信，阮这两个查某孙仔，将来会真容易接受这个环境的挑战。我嘛捌看过一张相片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师，甲一个3轮车的车夫，跍伫路边，捧着碗伫伫咧扒饭。像是这个英国的宣教师，若是坚持伊过去的这个生活方式，将英国迄套刀啊切食饭的习惯搬去中国，我想要伫遐传统的效果一定是受真大的影响。啉食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爱节制。这也是这个神圣的所结的规矩，圣神所结的规矩。那么5年一遍无食较多，还是讲无食，这拢无要紧。就是你若是常常食伤多，不但会伤害到你的身躯，也是常常无食，伤害到你的身躯，对灵性嘛无好。所以节制毋是简单你讲食尔定，也包括着困眠、娱乐、运动甲讲话等等。伫这几项有节制的人，常常因的生活有约束，有这个不利己刹车，袂放纵家己，因的生命真恬静，有这个神圣、圣神的这个规矩。啉食上重要，佮上要紧的一个大原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讲的，伫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以恁或是食，或是啉，还是做什么，拢着因为应跟上帝来做。神圣的健康，除了啉食以外，保罗伫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有讲到运动，伊讲因为练习身躯利益是小可的，总是敬虔就凡事拢有利益，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保罗先生毋是咧讲运动无利益呢，毋是运动无好呢。保罗先生的意思就是咧讲，运动会互你的身躯勇健，毋过敢若利益伫即个世间10几年的代志尔定。若是敬虔是关系到今世甲永生，所以若是比较起来，运动利益较少，敬虔的利益较侪。所以啉食甲运动拢是关系到身躯的健康。按照圣经的教示，要追求这个神圣的健康，有4个原则。咱今日要做3个来学习4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神圣的健康，就要有心内要有安静。你心内要有安静。箴言14章30节讲，心内安静是肉体的活命，万道为何你的骨头朽烂？
所以你的心的安静，毋是点点啊坐咧，而是慢慢咧做代志，乃是这种心灵完全的这个安静。那心的安静，就是互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中做主。无论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你的心都要先安静落来，心内有平安，才会通知影上帝的心意伫倒落。咱基督徒常常讲着爱操练，比如讲咱的祈祷爱操练，咱的敬虔嘛爱操练，好好来食饭，好好来休困，互身躯按照上帝创造咱的这个律来运作，嘛是这种的属灵的这个操练呢。先知以利亚为着要躲避王后亚西别的对杀，逃走到这个旷野，来到一丛树仔骹来求死。伊对家己的遭遇非常的愤怒，就是上帝并无马上予伊有任何的这个策略。上帝敢若爱伊好好来食物件，好好来休困就好，接续才要引带伊头前的道路。第二个原则，身心的健康就要有这个喜乐的心，要有喜乐的心。箴言17章2节讲，喜乐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互骨高大。所罗门王伫遮讲到这个好药，不但是伫指这个医治，也是指到这个健康。因为古早时代这个药啊，拢总是天然的这个药草，佮加上咱啉食这个调节，互咱的身躯慢慢来恢复这个健康的。所以咱伫这个肉体表面上看到的艰苦病痛，伊的根源真可能是人的这个灵来破病，人的这个心来破碎去。所以有一个报告伫甲咱讲吼，讲常喜乐人较少破病，但是不幸来破病，也恢复比别人较紧。因为喜乐的心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的这个变化，嘛会加强你的免疫系统。所以喜乐的心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出于人主动的选择，毋通听到破病的时，才要去想着说喜乐的心是好药，这条药啊。所以平常时都要养成常常喜乐、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咱确实来遵守这个教示，一定会享受到这个神圣的这个健康。第三个原则，神圣的健康，甲人讲的话有关系，甲咱讲的话有关系哦。箴言18章2节讲，生死的权在伫喙舌，听伊要食伊的果子。所以咱就要注意，咱所讲的话，咱所讲出的话，有真大这个能力贵力，不但会伤害到别人，有时阵也去伤害你家己呢。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6个支派爱伫这个基利心山来宣读祝福的话，另外6个支派伫以巴路山来宣读这个咒詛的话。现在如果你若捌去以色列来旅游，你来爬上这2座山，你会发觉到被咒詛过的这个以巴路山，规粒山是光秃秃的啦，无拔入这草啊，这树啊，这是被祝福的这个基利心山，却是一片绿油油，真奇怪呢。诗篇34篇12节到13节，大体讲，什么人爱活命，心无血受，要得到福气，就要禁止伊的字，无讲歹话，你的嘴唇无讲奸诈的话。所以你若要得到活命，要长血寿，要得到福气，就要约束你家己的嘴舌。咱应该尽量期待长血寿，
个人到中年以后，你的生命复驶是拢搁较成熟，拢搁较老练。总是你若无注意你的身躯的健康，提早去天堂，这敢是真无彩的代志嘛？最近我接到一个消息，我伫新人院同班的同学黄牧师，伊捌伫即个电影演过即个《海角七号》内面即个牧师黄兴全牧师，伊是我的同班的同学。伊过去伊就捌去染到即个肺即个肺癌，就转移到伊的胃变成胃癌。就是即个兄弟一直忠心，干那只有相信某一间教会，嘛某一间病院内底医生尔尔，伊根本毋去看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医生来做诊断，听其他医生的建议，伊拢总无，伊非常的死忠。结果呢，伊最后伫即个安宁病房内过身去。所以当我听到时阵，我的心啊非常的艰苦悲白，因为我的同学搁再离开这个去路。所以我咧想咯，咱若是无通无破病，嘛无得到灾难，咱通活到咱的岁数满足，才有上去接去。这敢是上好呢？毋是上水的代志吗？亲像这个雅各活到147岁，为着12个后生的祝福，佮交代代志，拢交代清楚，后来才上眠床，骹揪伫眠床顶就开转去伊的座遐。摩西嘛是安尼死呢，摩西活到120岁，还佫无死的这个镜头，伊目睭嘛是无花呢，精神嘛无衰弱呢。所以上帝叫伊山顶，然后就甲伊接转去这个天家。所以咱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爱好好的照顾你家己的身躯，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赏赐的，咱就要好好的照顾家己的身躯，爱好好款待你家己的身躯。若是讲，咱真毋茫一日会通无破病，无遇到灾难，会当活到咱的岁数来满足，才有上帝接倒转去。总是呢，上帝旨意若是毋是安尼死呢？咱嘛着爱坦然来接受呢。上面咱期待会当活搁较久，通服侍主搁较久。总是另外一方面，咱嘛着爱随时备办好势。主若伫今仔日接咱转去，咱就要欢欢喜喜去见主的面。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救赎，就是咱所要追求的这个心性的健康。阿们。回应诗歌，结束圣性的轨迹。那么咱今仔日讲到的主题是心性的健康。人若要得到健康的身躯，就要对咱的这个心灵三方面来训练。就像咱伫要想要结出这个圣性的轨迹一样，除了要结出这个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甲准则等这样的轨迹，那么要对下面的定根，顶面就会结出轨迹，通用这来结出这个圣性的轨迹来做咱回应的。出圣性的轨迹，结出圣性的轨迹，结出圣性的轨迹，结出圣性方式轨迹，下面定根定命的轨迹，结出圣性方式轨迹，结出仁爱的轨迹，结出欢喜的轨迹。结出和平的轨迹，结出圣性方式轨迹，下面定根定命的轨迹，
城市风情飞枝，加出吞润的果子，加出滋味的果子，加出善良的果子，加出城市风情飞枝，下面甜甜的果子，加出城市风情飞枝。加出忠心的果子，加出温柔的果子，加出准则的果子，加出城市风情果子，下面甜甜的果子，加出城市风情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忍耐的果子，加出欢喜的果子。加出和平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吞润的果子，加出滋味的果子，加出善良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忠心的果子，加出温柔的果子，加出准则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忍耐的果子，加出欢喜的果子。加出和平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吞润的果子，加出滋味的果子，加出善良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加出忠心的果子，加出温柔的果子，加出准则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下面甜的果子，加出诚信风情果子。
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真爱的果子，结出欢喜的果子。结出好变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吞润的果子，结出滋味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结出温柔的果子，结出纯杂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真爱的果子，结出欢喜的果子。结出好变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吞润的果子，结出滋味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结出温柔的果子，结出纯杂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甜蜜甜蜜的果子，结出新鲜丰盛果子。
做伙三个来祈祷。亲爱爸比上帝，我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24节，以及提摩太前书4章40到50做伙来思想，这个心性的健康，这个题目，对今日的信息中间，互阮知影。诗篇34篇12节到13节，特别所讲的，什么人爱活命，心无血受，要得到福气呢？就要禁止你的喙齿，无讲歹话，你的喙唇嘛无讲奸诈话，咱应该尽量去期待长岁寿。一个人来到中年以后，咱的性命服侍。拢是更较成熟，更较老练。就是咱若是无去注意到咱身躯的健康，咱提早去天堂报道，这减是真可惜，真无彩嘛。所以我咧想，咱若通无破病，无遇到灾难，咱拢会当活到这个血寿满足，才有上帝接到转去，这是上界好的。嘛是上界水的代志嘛，就亲像雅各活到147岁，伊为着伊后生的祝福，各代志拢交代清楚了后，然后才上眠床，骹求伫眠床顶就开转去，倒转去伊的列祖呀。摩西嘛是安尼生呢，伊活到120岁，伊还无死的这个镜头。目睭嘛无花呢，精神嘛真勇健勇壮，无衰弱。所以上帝叫伊去山顶，然后就甲伊接倒转去。所以咱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好好来照顾咱家己的身躯，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所创造的、所赏赐的，咱就要好好来照顾家己的这个身躯。要好好款待家己的身躯啦。那虽讲咱毋茫有一日，拢通无破病，拢无遇到灾难，咱会当活到血寿满足，才好上帝接倒转去。毋过呢，上帝旨意若毋是安尼生呢，咱嘛着爱来坦然的接受呢。将咱的期待会当活搁较久，通服侍主搁较久。总是另外一方面，咱若随时备办好势，主若伫今仔日接咱倒转去，咱就要欢欢喜喜去见主的面。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心灵的救赎，也就是咱所要追求的这个神圣的健康。那感谢天父上帝赐落这样宝贵的话语，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通互咱会当来学习神圣的这个健康，用这要来荣耀上帝圣主名。愿同心的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到这点，赖三牧师要给恁祝福。愿天父上帝赐甲怜悯，主要所基督恩典，圣神保佑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现在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到这是要过一段路。咱嘛后会同一个时间，咱无论伫教会，还是无论伫空中来相见，愿天父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
认着去借万百姓做下士，甲伊行说来几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人平安，愿人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人平安，愿人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认着去借万百姓做下士，甲伊行说了几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